后来乡亲啊，3月小妈祖，这个大甲镇南宫已经确定妈祖绕境要照常来举行，这是互医界真担心，讲绕境的人遐尔啊多，恐惊会增加着这个传染的风险。 大甲镇南宫妈祖绕境3月19如期举行，消息一日出来，各地医生拢真烦恼，因为绕境时人遐济，安尼病毒要安怎防？大甲妈绕境这个活动对防疫是很不利的，晚上睡觉也不会戴口罩，很多旁边的民众会准备食物给你吃啊，很复杂，那个食物你也很难控制。绕境时，沿路会有人准备点心给大家食，强食就是一个问题，因为食物件时人会集中，喙暗会爆落来。 另外，要真侪香客以及游览车，规大阵人为台中大甲镇南宫往南到嘉义新港奉天宫，会经过4个县市，108公里。伫游览车顶加减会开讲，安尼病毒嘛是真歹防。一排2个位置坐一个，完全不要讲话，不是唱歌啦、聊天，根本不能讲话，就是近身。医生讲，绕境虽然讲是伫室外，抑阁要防止病毒去围着。上要紧的是人甲人爱伫1公尺以上。 尤其是起价的时，逐摆拢是钱来客去，上好会使简化，时间会使缩短就缩短。通风比较好的地方，然后尽量戴口罩、洗手。大甲妈出巡绕境活动已经有100年历史，今年拄着武汉肺炎的疫情，连民俗专家拢安尼讲。地方的神明菩萨出来协助民众，就是心整个就会安定下来。那记得要做好自身的这种安全管理哈，该保护的就要保护好。 前立委洪志勇嘛伫面册顶面呼吁讲，防疫期间该线上的参加，嘛会使甲妈祖请假。3月小妈祖虽然讲是宗教的大代志，但过初念依然是祈求平安。防疫期间避免参加大型活动，就是降低传播甲被围钓的机会。